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景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，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你常慈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神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引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时空，一空再空3空，4空5空6空7空8空9空10空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山胜，落在中原占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灵雷震开护其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谷中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生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此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
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时空，一空再空三空，四空五空，六空七空，八空九空十空手。回向文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杨成秀隐大德，恳叩请求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慈悲做主，愿杨成秀隐大德，往生弥勒净土中，莲开见慈尊荣，记得不退无上道，在水菩萨下阎浮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还有吗？平常都会好好忏悔，要是因为遇到有前神归空，有吃素有力亲口愿的到弥勒内院，没有男女欲望，有求道以后没有还道拜德，没有吃素没有力亲口愿，归空以后到弥勒外院、弥勒净土外院，还有男女欲望，要有吃素力亲口愿的，归空以后到弥勒内院，没有男女欲望。弥勒内院呢，听弥勒古佛弥勒祖师弘法说法，早日成道，早日成佛。弥勒祖师呢，在人寿8万岁说到阎浮提人世间投胎转世，然后在龙华树下，龙华三会第3会龙华会，龙华树下，在龙华树下龙华树下成道龙华三会第3会白羊气弥勒祖师掌天盘，济公活佛掌大盘。白羊三圣有弥勒祖师，有济公活佛，有月会菩萨。要得口梦圣道三宝心好，应时应运的嘛。白羊气是龙华三会第3会龙华会。弥勒祖师掌天盘，赶快有缘人要赶快得口梦圣道三宝心法，要赶快求道，得名师指点，将来超脱生死轮回，进6道生死轮回之苦，超脱轮回。平常赖在晚上9点读诵弥勒救苦真经3次，然后念祈福回向文，功德回向天地，回向祖先，回向父母，回向子女，回向有形众生，回向无形大德，
有情众生啊，还有无形大德，还有回向新冠肺炎，期望疫情不要再扩大。最后还有忏悔文，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